为做我的目标，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有着日头甲风雨，万事有伊在照顾。我是风神来交托。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早安。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1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富春长老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主，你在这么样一个美好的日子赏赐我们这么样的恩典，我们要谢谢父神你也在清早你呼召我们共同来研读圣经。我们恳求父神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透过这一些经文能够更加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以及我们的态度在各方面上面，我们要来如何容神益人，恳求父神你在这时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恭敬的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仰望在神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第6章的前面7节，好，那可以看到教会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先从内部有遇到的危机，那就是讲到爱餐教会的饭食上面有遇到语言上面的隔阂，但是让我们看到整个教会使徒行传时期的教会，那借着圣灵的帮助，选出圣灵充满有智慧还有好名声的7位执事，不仅解决这些问题，还能够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也知道喂饱人的肚子跟喂饱人的灵魂都很重要，但是使徒们专注于在喂饱人的灵魂让上帝的话来教导教导人。那教会的人才选出拣选，也需要经过检验，在拣选之后还要经过祷告按手来设立。那我们看到当教会按着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着上帝的话语，那危机变为转机，甚至成为神机，就是许多的祭司都来听从这信仰，也都接受耶稣成为救主。那么今天要继续看到这内部的危机变成教会受迫害的外部的危机那这段经文从第6章的8节一直到第7章的60节，那我们要分段来读。那首先请富春长老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8到15节。司提反充满着上帝的恩赐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但是有些人反对他，这些人是所谓自由人会堂的会员，包括从古利奈和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他们和其他从基利家和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跟司提反辩论，圣灵赐下智慧给司提反，所以他们无法辩驳他所说的话。于是他们收买了一些人出来诬告他说，我们听见这人说了毁谤摩西和亵渎上帝的话。他们用这种方式煽动群众、长老和经学教师，他们来找司提反，抓住他，把他带到议会去。他们所收买的假见证人出来说，这个人常常说话反对我们的圣殿和摩西的法律。我们听见他说，这个拿撒勒的人耶稣要拆毁圣殿，要改变摩西所传给我们的一切传统。所有在议会里面坐着的人都注目看着司提反，发现他的面貌好像是天使的面貌。好，那我们看到司提反被拣选出来，不仅是管理饭食，甚至他还路加特别介绍他是蛮有恩赐与能力那这也是使徒行传第一次用恩赐。那这个恩赐呢，它就是应该是指上帝给他的礼物。好，那有各样子的
不管是医病赶鬼，或是能够行神迹，好，那就是在这些外显的恩赐上面，以至于能够像彼得、约翰，好像12使徒一样，在民间行了奇事和神迹。好，那又因这些奇事和神迹，好，那是为了要是这个彼得们使徒们他们的祷告，好，因为他们当初被议会恐吓的时候，他们出来就同心合意祷告，求神借着这些的神迹奇事来见证，来见证耶稣的名了。好，所以这也是他们所求所祷告的。但是司提反呢，他不仅是管理饭食，好，那在饭后、饭前或是其他时间，好，那他都在见证耶稣。那但是呢，这个外部的危机也开始形成，好，那就是有从一批人叫做自由人，好，那在和本翻成利百地拿，好，那利百地拿它的意思就是自由人。那自由人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奴仆，好，不是奴仆。那不是奴仆，为什么要强调他不是奴仆？好，那应该是有认为说这一群人呢，他们本来是奴隶或奴仆，那因为买赎或是因为其他的方式，好，那得到了这个解救，好，所以不再成为奴仆，成为自由人，好的会堂。那这会堂呢，组成分子呢，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他从各个地方，特别是在非洲或是地中海的这个土耳其基利家来的。那这些人包括古利奈人，就是非洲的利比亚、亚历山大在北非，还有从大基利家就是扫罗的故乡，大树，那还有亚细亚来的人，所以在地中海的北岸、南岸，那这些自由人呢，不是奴隶的人，不再是奴隶的人呢，他们都是犹太教徒，因为他们有会堂，他们都是信奉上帝，可是他们就起来和司提反辩论了。那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呢？好，那就是接下来路加介绍的。那但是呢，辩论的时候呢，司提反不仅都能够讲得有理，站得住脚，是靠着圣灵，还有靠着智慧，以至于这么多的人来跟这个司提反辩论，还辩不倒他，辩不赢他。那辩输了怎么办呢？11节他们就收买人来诬告他亵渎摩西的话，所以这就是犯了第9戒不可作假见证，然后加上陷害人那这一群犹太人应该都是要遵守10诫但是因为辩不赢司提反，就用收买的方式然后作假见证陷害人，不仅是只有堕第9戒，那他们甚至还要杀人那为了要来杀害这一群奉耶稣的名传福音的基督徒好，那所以辩论内容还是跟耶稣的教导一样。好，那所以13节说他们收买的诬告的理由有2个，好，一个就是侮辱圣殿，第二个是污蔑摩西的律法。好，所以这是2个重点。好，所以司提反讲了这么长，他就是在回应，在跟他辩论好，但是呢，这个辩论要开始了。好，在议会当中，大家都定睛看他。好，因为这群的自由人的犹太教徒，好，来控告这个司提反，好，侮辱圣殿，还有污蔑摩西的律法。好，那司提反呢，在那边，好，他不仅是没有担心害怕，反而说他的面貌像是天使一样，好，就是非常的又显出上帝的荣光。好，接着再请傅春照带我们来读第7章的1到8节。大祭司问司提反：果真有这样的事吗？司提反回答：诸位父老弟兄们，请听，当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住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移居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亲族，到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人的地方，去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把他迁离到本地来，就是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当时上帝并没有给亚伯拉罕什么产业，连立足地也没有，但是上帝应许要把这土地赐给他，作为他和他后代的产业。虽然那时候
他还没有儿子。上帝对他这样说：你的后代要聚居外国，在那里做奴隶，受虐待400年。但是我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一国，以后他们要离开那地，在这里敬拜我。于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以割礼为记号，所以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后第8天给他行割礼，照样以撒和雅各行割礼。雅各给12个族长行割礼。好，谢谢。那司提反的辩论呢？好，这一段辩论的文字呢，是在议会里面来呈现。好，那里面他总共讲了9个犹太人非常敬重的人物，那都在旧约当中。那他用这9个人的串接起来的历史回顾，好来见证到底上帝的圣殿有没有污蔑，还有他们到底有没有改变了摩西的律法。那这里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好，那这讲到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的过程。那他从亚伯拉罕提就是圣殿之前先有律法还是先有圣殿？是先有律法，就是摩西的5经创出利民申。那这个在律法以前有什么呢？在律法以前就是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有什么呢？亚伯拉罕就是有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一段在讲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应许到了有摩西的律法，到了后来所罗门建造完圣殿，那这个应许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所以司提反的策略是要强调上帝的应许早就在律法圣殿出现以前就存在，所以不是只有看律法看圣殿，还要看上帝的应许。好，那这应许很重要，所以第7节第8节说上帝用割礼之约行割礼。这割礼呢就传到了以撒，传到了雅各，传到了12支派，那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那接着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9到16节。族长们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上帝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了一切的灾难。当他站在埃及王面前的时候，上帝赐给他风度和智慧。埃及王立他为国家的首相和王室的总管。不久，埃及和迦南前境有严重的饥荒，造成很大的灾害。我们的祖先结了粮。雅各听见埃及有食粮，便差遣他的儿子们，就是我们的祖先，到那里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们去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埃及王由此认识了约瑟的家族。约瑟派人去见父亲雅各，请他跟全家到埃及来。来的亲族一共有75人。雅各南下到埃及，他和其他的祖先死在那里。他们的遗体被送到示剑，葬在亚伯拉罕用钱向哈某的祖孙买来的坟地里。谢谢。那么看到司提反，他虽然是蛮有圣灵、有好名声、有智慧，那甚至我们昨天看到司提反呢，跟他在一起就是有这一群的讲犹太话、讲希腊话的犹太人。那但是司提反呢，他对于这个圣经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完整、明白。所以他提到第4个人物是约瑟。那这约瑟怎么样被出卖？那怎么样自己陷入到苦难当中？因为上帝的应许虽然上帝给予亚伯拉罕应许，但这应许呢是经过试验、经过考验。那约瑟他就在种种的考验当中被出卖、遇饥荒、遇灾难，那被跟家人来隔离。那但是在这么多的苦难当中，上帝仍然是守约，还有施慈爱，就是他没有忘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司提反在强调这个应许的重要性，不是借着圣殿，也不是借着律法，上帝才拯救人，而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的应许。那所以即便呢这个约瑟他死了，对不起，这个约瑟就是雅各死了，葬在埃及。那在但是呢
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又把雅各把约瑟的这个骨头呢又带回来到迦南因为神的应许没有改变，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他来成为产业。那所以这个约瑟呢也是扮演中间一个受苦受难的过程。那接着再请傅春照带我们来读17到22节。上帝向亚伯拉罕实行诺言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以色列族在埃及的人口已经增加很多。后来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开始统治埃及，这王用诡计剥削我们的同胞，虐待我们的祖先，强迫他们丢弃婴儿，不让他们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他长得非常可爱，在家里被抚养了3个月。到了他被丢弃时，埃及王的女儿收养了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带大。他接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很有说话和办事的能力。好，那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好，那透过他的后裔，好，那一直到约瑟，那但是一直到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人都来到埃及，好，那在这边被统治，好，那以至于呢，摩西他在这段期间就扮演带领出埃及的角色，好，但是17节讲到司提反的观点是认为上帝的应许快要实现的时候，但是苦难却更大，所以司提反他一直抓住的就是在律法圣殿以前的这个上帝的应许，所以是上帝的应许快要实现，所以这些苦难才会陆陆续续的发生，包括十灾，包括这些出埃及的种种的拦阻阻挡，所以这个对司提反来讲，他的看见是越多的阻挡，越多的困难，越多的拦阻，都代表离上帝的应许越来越接近。好，那再请傅春照带来读23到29节。摩西40岁的时候，决心要了解以色列同胞的情况。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同胞受埃及人的欺负，就上前保护他，为他伸冤，把那埃及人杀了。他以为同胞会明白上帝要用他来解救他们，可是他们竟不明白。第二天他看见2个以色列人在打架，想替他们调解，就说：“你们是同胞，为什么自相伤害呢？”那欺负同胞的把摩西推开，说：“谁指定你做领袖、做法官来管我们呢？你也要杀我，像昨天杀了那埃及人一样吗？”摩西一听见这话，就逃离埃及去寄居在米甸，在那里他生了2个儿子。那这一段记载都在讲摩西怎么样被上帝呼召，时势造英雄，但不是时势，而是摩西的出生就已经有上帝的拣选，那上帝的拣选就是因为要来成就上帝的应许，那是因为他们在埃及受到的苦难，那上帝要使他的应许来成就。所以虽然摩西看见希伯来人在打架，但这希伯来人呢都不服摩西，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是谁呢？这个有答案，上帝。但是他们那时候看不出来，没有想到这句话就一语成谶，这个摩西埃及王子就成为希伯来人的领袖，还有审判官。那不仅是这样子而已，摩西还要成为律法还有救恩的代言人。好，那再请傅春照带我们来读30节到34节。过了40年，在西奈山附近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了这景象，非常惊骇，走上前去要看个究竟。这时候他听见主的声音说：“你是我是你祖先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恐惧战栗，不敢注视。主又对他说：“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我都清楚地看见了，我也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下来要解救他们，你来，我要差遣你到埃及去。”那所以摩西把上帝的救恩传出来，所以他就是救恩的代言人，他并不是救百姓的人，但是他是替上帝来说。好，那
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话都是司提反在议会当中的辩论，所以每一句话他都是按照圣经。好，那这是议会的这些大祭司不能够去辩驳的事情。好，都是千真万确，也都是他们所相信的。好，但是司提反好，他的用意就是在讲摩西的律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好，长什么样子，以至于圣殿后来怎么来的，长什么样子。好，那他的用意是什么？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好，所以这个救恩好开始。那在35到38。这位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质问说，谁指定你做领袖、做法官来管我们呢的那个人，借着在荆棘中显现的天使，上帝差派他做领袖、做解救者。他带领人民从埃及出来，在埃及、红海和旷野的40年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也就是这位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说，上帝要从你们的同胞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正像他兴起我一样。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会众在一起，他和我们的祖先，以及在西奈山跟他们说话的天使在一起，领受了上帝永恒的信息，把信息传给我们。好，那这里强调这个摩西啊，好，那这个篇幅司提反好，因为他们是用摩西控告司提反违反摩西的律法，好，所以他在这边琢磨很多。那摩西就是曾经被人家厌弃，好，不配做领袖、做审判官的，好，他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不仅是上帝所差来，还用天使的手，好来做使他做领袖、做拯救者、好解救者，好，那这都是有天使的帮助。好，那在这6、7章里面讲到天使，第一个先讲到司提反的面貌像天使。第二个呢，讲到摩西能够成为以希伯来的领袖和解救者，是透现天使的手。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摩西自己也预言，说上帝要从希伯来人的同胞中兴起一位先知，就像摩西一样。这一段是在申命记18章15节，那所提到的，那就是在强调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好，所以司提反也这边铺陈，好，这都是犹太人他们早就知道，好，那都也是所明白，好，但是司提反在铺陈，好，那一位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那一位拯救者，那位弥赛亚。那36节又讲到，好，那摩西在旷野，在西乃山，好，那跟说话的天使同在，那又领受了永恒的信息，和本翻成活泼的圣言啊。好，所以这个活泼的圣言，好，那这是圣经当中很少这样来形容，好，但是它意思就是上帝的活的话，这个上帝的话是活的，好，就是会有生命的，好，会有反应的，好，不是死板板的不能改变的。好，那这就是司提反对于摩西律法的一个形容，就是这是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一把两刃的剑。好，那在这里这个司提反也用上帝的话是活着。但是呢，39，好，司提反，对不起，好，那我们再接着从不知道大们读39到43。对，谢谢。但是我们的祖先不听从他，也不理会他，宁愿再回到埃及去。他们对亚伦说：“请替我们造些神像，好在我们前面带路。”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遭遇到什么事，于是他们造了一个小牛像，向他献祭，为自己的手所造出来的东西欢乐庆祝。但是上帝转面不看他们，任凭他们去拜天上的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说：“以色列人民啊，在旷野的40年间，你们并没有为我献上牺牲和祭物啊！你们抬着摩勒神的圣幕，又抬着李欢神的星像，就是你们来拜的偶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移到巴比伦外去。”好，那
本来摩西已经成为上帝所立的领袖和审判官，好，那也把上帝的道这个约就是律法，好来颁布给人，好，但是人的回应从39节开始，好，是一个不肯听从，反而弃绝，甚至他的心还想回到埃及，就没有想要去迦南地，没有想要去进入那应许地，好，这对今天基督来讲就是没有想要上天堂，没有想要得救，没有想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好，一路就是不想要听从上帝的话。从谁开始呢？好，那第六个人好就是亚伦哦。好，所以司提反在这边好讲到了是谁？亚伦就是大祭司，第一个大祭司就是说撒都该人的祖先哦。因为现在在这里审判控告他的还很多是撒都该人，好，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你们的祖先好反而自己这个起头颠覆，还造了金牛，好，那不仅是造了金牛，还像进入迦南，还像迦南在旷野或是在遭遇这个困难的时候，好像拜迦南地的神明，好，所以40年当中，这段话是引用阿摩斯书第5章的25到27节，好，讲到以色列家的悖逆，好，那他们的献祭呢，好，都是跟着外国人，好，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照摩西的要求标准，好，反而是跟着世俗，跟着外人，好，来献上帝所不喜悦的祭，以至于呢，好，上帝呢，好就定下了要弃绝他们，就是要上帝呢不悦纳他们的献祭啊。好，那接下来再从44节到50节，好，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有象征上帝临在的圣幕，是上帝吩咐摩西依照他所指示的模型造成的。后来我们的祖先继承了这圣幕，当上帝在他们前头赶走外邦人，占据那片土地时，耶稣亚和他们把圣幕搬到那里去，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蒙上帝喜悦，就请求要为上帝就是雅各的上帝建造一座殿宇。可是后来为上帝建造殿宇的却是所罗门。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里，正如先知所说的，主说：天上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而这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好，那司提反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因为不遵守摩西的话，所以被迁移到巴比伦，好，就是国家灭亡。好，那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圣殿，好，那这圣殿是怎么开始的？好，那接下来提到了第7、第8、第9个人，好，约书亚、大卫到所罗门，好，那他提到了这个会幕，好，圣殿是从会幕开始，那这个会幕呢是为了做见证。好，就是现在中译本翻成有象征上帝临在的会幕，和本翻成做证的会幕。然后第二个这个会幕呢，从约书亚好，就是带着摩西的会幕进入迦南地，那赶走外邦人，到大卫奠定了这个根基。好，那后来又到了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好，所以司提反被控了2项罪名，好，那就是律法跟圣殿，但是司提反要做结论，好，他的结论是引用以赛亚书的66章1到2节，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怎样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好，这岂不都是上帝自己就创造的吗？他何须要把上帝关在一个圣殿当中呢？即便在新约时候的圣殿富丽堂皇，比所罗门时期还更大，但是也不是可以让上帝居住的地方。好，最后再来我们看51到53。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你们心胸闭塞，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总是跟圣灵作对。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现在你们竟又出卖那仆人，杀害了他。你们是接受了上帝法律的人，这法律是由天使传下来，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好，那所以你们现在司提反就是反过来证明这些
谁破坏了律法，谁破坏了圣殿，不是这一群使徒，是他们这一群在议会里面的人。好，那他们呢是悖逆，印着景象，好顽固。那和合本有翻出来，心跟耳朵没有受割礼。好，不过现在中译本没有把这个受割礼翻出来。好，心没有受割礼，好，就是利未记26章，耶利米书第9章提到。耳朵受割礼是在耶利米书第6章，好，所以这都是旧约的用词啊，好，那就是在形容这些百姓的悖逆，甚至跟圣灵作对。那所以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啊，好，那司提反在议会里面提到圣灵，好，可见这圣灵不是一个新的或是陌生的，好，是神的灵，好，就是旧约耶和华的灵。好，你们的祖宗怎样迫害，好，现在你们也继续做这些事情。好，不可杀人，硬要杀人；不可做假见证，硬要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却要贪恋。好，那贪恋世上的一切。好，所以53节说，你们是接受上帝律法的人，这律法是天使借着摩西来颁布，好，你们都不遵守。好，那甚至呢，把上帝第52节，好，上帝宣告公义的仆人，好，你们的祖先却把他杀了。好，那讲杀了先知，好，甚至呢，好，就是也在控告他们，就是杀了耶稣。好，虽然这里都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啊，好，所以在这段总共提到了9个犹太人他们所记载的人物。好，最后一段54到60节，请福生长老麦克风。对不起，好。议会的议员听了司提反这一些话，非常恼怒，向他咬牙切齿。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门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他们就大声喊叫，用手掩耳，又一涌上前抓住司提反，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证人把自己的外衣交给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看管。司提反在石头纷纷袭击下，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又跪下来，大声喊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说完这话，他就死了。好，谢谢。好，那司提反虽然在他的辩论文当中没有提到耶稣，好，不过当他被要受审判，好，因为他已经早就被用假见证来陷害，这些他的应答只是一个程序上，好，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司提反干掉。好，那司提反讲到这里呢，好，讲到他们祖先，讲到他们头上，好，讲到他们违反律法，好，甚至霸占圣殿，那所以他们听不下去，好，就动手，好，但是他们用控告，好，就是按利未记好的这个控告呢，用石头要打死他，好，但是呢，在那当中呢，司提反好反而说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这个八福里面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好，所以司提反呢看见神，那我们都看到前面提到说，人子坐在圣父的右边，现在是站起来。所以这个站跟做什么差别？好，那有人认为说，耶稣站起来是要来迎接司提反。好，那但是呢，当这个司提反说出他看见天开了，众人用喊叫的声音来压过他，还捂着耳朵充耳不闻，就是耳朵不受割礼，齐心好要冲向他，用石头打死他。好，所以他们的心、他们的耳朵、他们的嘴巴，好，通通都不能够来回应神、荣耀神啊。好，甚至这一群陷害他的人，好，做假见证的人，好，都把司提反的衣裳，好，就是堆放在扫罗好的脚前。好，那时候扫罗是议会中的一个青年，好，但不是少年，是青年。好，因为扫罗跟耶稣的年纪没有差很多，好，耶稣都已经30多岁，扫罗也有30-40岁啊。那但是呢，司提反好在这个石头纷纷袭击下呢，还呼求耶稣的名字，主耶稣，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啊。所以虽然他还来不及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他用他的生命向耶稣献上的祷告，好，来也一样在见证主耶稣。好，今天这一段这么长的经文呢，好，让我们看见恶人先告状，
那不仅告状，还要用假见证来陷害人。那没想到这些恶人就是在圣殿里面工作，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议会的人。那我们也看见司提反整个辩论被诬告的重点是说他不守律法，但是司提反把这个律法导回到在律法出现以前，所有一切上帝的话是以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为根基。那有了律法之后呢，上帝继续透过律法要对以色列人来施行拯救。那这个圣殿呢，其实不是司提反破坏圣殿，反而是这一群不听上帝话的人霸占着圣殿，然后阻绝了救恩，杀害了先知。所以司提反他要指控是这个圣殿呢是早就已经被毁坏了，所以不是他们在毁坏圣殿，反而是这一群天天在圣殿里面进出的人、工作的人、教导的人在毁坏圣殿。不仅毁坏圣殿，也已经摧毁破坏了律法。所以真正应该被石头打死的，也不是这样说，真正应该要被审问的，规范的是这一群在审问人的人。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司提反，他蛮有智慧，蛮有圣灵，即便被人控告当中，他依然能够面貌像天使，不慌不忙，能够引用圣经，能够来从旧约看到新约，也能够从上帝的心意来更加明白上帝的话与上帝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而不是在人手所造的像，或是人手所造的圣殿当中盲目的服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受割礼，耳朵能够受割礼，让我们口所说的是真实，是真理都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副村长老，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多谢牧师，平安。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